大家好，你係咪長期覺得身體虧虛，成日無啦啦攰，明明冇做重體力勞動，朝早起身依然周身乏力，懶言懶動，行幾步路就氣短喘促，仲有好多人稍為熱氣，行動一下就大汗淋漓，平日吹陣風，轉天氣就即刻感冒，免疫力長期偏低。好多人知道黃芪係補氣之王，屋企長期拿來泡水飲，但90%嘅人都用錯。要唔係飲完全冇效果，要唔係越補越燥，頻頻上火、生暗瘡、口乾喉痛、瞓覺煩躁，其實唔係黃芪唔好，而係你單獨亂飲，唔識搭配，唔分體質。今日我一次性講透黃芪正確用法，拆解點解你補氣會補出火，公開2個效果翻倍嘅黃金搭配，教大家4款居家實用食療。最後講清邊5類人絕對唔可以亂食黃芪，想安全補氣、提升體質、改善虛弱體質，呢條片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首先同大家講黃芪真正可以解決嘅氣虛問題。中醫講氣為人身之本，氣虛就會百病生。黃芪入脾肺二經，係最溫和、最全面嘅補氣食材。第一，大補元氣，改善疲勞，專門針對長期熬夜、勞累過度、亞健康、氣虛體質，症狀包括每日起身都覺得攰、四肢無力、精神恍惚、注意力差、成日想瞓、講說話細聲無力，呢類虛勞問題最適合黃芪慢慢調理。第二，固表止汗，預防感冒。好多人氣虛不顧，肌表防禦力差，唔使運動都自動出汗，瞓覺自汗，成日凍親，反覆感冒。黃芪可以固本固表，增強身體屏障，減少出汗同外感。第三，健脾祛濕，改善虛腫。脾胃氣虛嘅人，水濕代謝無力，容易面腫、眼腫、下肢浮腫、飯後腹脹、大便偏軟不成形。黃芪補氣健脾，氣足先可以推動水濕排出，改善虛性水腫。第四，托毒生機，修復體質虛弱嘅人，皮膚損傷、暗瘡傷口、手術傷口都好難愈合。黃芪輔助正氣，加速氣血運行，幫助身體自我修復。好多人最大疑惑，點解我飲黃芪會上火？原因非常簡單，黃芪藥性味甘，性微溫，對於體寒、純氣虛嘅人，飲黃芪係補身。但現代人大多數係熬夜多、虛火重、脾胃滯、濕氣重。如果你本身有少許虛熱、鬱熱，再長期單獨大量飲黃芪，就會熱氣堆積，出現口乾、口苦、喉痛、暗瘡、失眠、心煩。所以想補氣唔上火，一定要識搭配。今日公開2個超實用、效果直接翻倍嘅黃金組合。第一個組合，黃芪加麥冬，補氣潤燥，專治補氣上火。麥冬甘潤微寒，可以中和黃芪嘅溫燥，補氣同時滋陰生津，適合大多數都市人，氣虛又熬夜口乾，容易燥熱嘅體質，補氣唔滯，補氣唔上火，日常飲用最穩陣。第二個組合，黃芪加當歸，氣血雙補，專治虛弱氣息差。中醫話氣行則血行，單補氣唔補血，氣無所依。黃芪5分，當歸1分，呢個經典比例可以同時補氣生血，適合面色蒼白、頭暈眼花、手腳冰凍、經後虛弱、氣血兩虛嘅朋友，調理氣息效果非常明顯。接下來分享4款零難度、屋企即刻做到嘅黃芪食療，對症調理，唔易上火。第一款，黃芪麥冬潤氣茶，適合氣虛乏力、自汗、熬夜虛火，一補就燥。材料：黃芪10克，麥冬6克，滾水焗20分鐘，可反覆沖泡。補氣同時滋潤喉嚨，舒緩乾燥，係最適合大眾嘅日常保健方。第二款，黃芪當歸補氣血湯，適合氣血兩虛、體虛易攰、手腳冰凍、面色暗沉。材料：黃芪12克，當歸5克，瘦肉250克，生薑2片，瘦肉飛水。所有材料入煲，小火煲90分鐘，溫和補而不燥，男女都適合，女性經後飲用效果最好。第三款，黃芪紅棗健脾茶，適合純虛寒體質，怕冷、氣息差、精神萎靡。材料：黃芪8克，紅棗3粒去核，沸水焗煲，日常代水飲，專門提升元氣，改善手冷腳冷、脾胃虛弱、本身容易上火嘅人，呢一款就唔建議日日飲。
第4款黃芪薏米去濕湯，適合氣虛夾濕、身體困重、浮腫、大便黏膩，成日覺得身體重聚。材料黃芪10克，炒薏米20克，加水煮30分鐘濾渣飲用，補氣同時健脾去濕，補氣唔滯濕，非常適合廣東潮濕天氣調理。簡單補充基礎藥性知識。正品黃芪，主產內蒙古、山西，又名北芪，藥力最純正，味甘性微溫，歸脾肺經，專補脾肺元氣，提升全身機能。正因為性微溫，所以虛寒，最啱燥熱要配，濕熱忌單食。最後重點講禁忌人群，呢5類人千祈唔好亂飲。第一類，陰虛火旺體質，平時手心腳心發熱，夜晚盜汗，口乾舌燥，容易煩躁失眠。單飲黃芪會加重虛火，遇補遇熱。第二類，感冒發熱，外感未清，身體有邪氣期間進補，會閉邪留邪，令感冒久久唔愈，頭痛不斷。第三類，濕熱體質，舌苔厚膩，口苦口臭，面油多，暗瘡反覆，大便黏滯，飲黃芪會加重濕滯，愈飲愈困重。第四類，血壓偏高，肝火旺人士，頭脹面紅，脾氣暴躁，長期自行補氣，容易令氣機上衝，影響血壓穩定。第5類，孕婦同小朋友，體質特殊，唔可以隨意長期進補，必須經專業辨證先可以食用。總結返，黃芪絕對係補氣之王，但絕對唔係人人適合，日日適合。體質偏寒、純氣虛，可以少量單飲。都市大多數人氣虛夾燥、氣虛夾濕，一定要搭配麥冬、薏米先可以補得穩、補得舒服。補氣從來唔係愈多愈好，分清體質，識得搭配，對症食用，先可以真正提升元氣，改善體質，遠離疲勞同感冒。多謝大家收看。